保佑梁天表姐。梁天表姐，不就是我未过门的堡主夫人吗？什么堡主夫人啊？你想得美！我爹娘同意了吗？我表姐同意了吗？我同意了吗？这还需要你同意啊？父亲，回来了。新官上任，事务可顺利？父亲不必担心，调查正在进行当中。明日，你去丞相府拜访一下，把你连日来收集的魔教情报，向丞相大人汇报一下。是。你好好歇歇吧，我去书房了。老爷、夫人，秦将军来了。哎呦，天天在朝上还见不够，还跑到家里来了。不行，我得躲躲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个老东西啊！你看着我想跑啊？来来来，坐下。老秦，你也快坐。我跑了吗？我没有啊。哎，谁是老东西？你才是老东西！你们全家都是老东西。你个老东西啊！明知我家秦朗已经回到了京城，我一直想找你商议一个拜见你的日子。嘿，你倒好，这2天上朝，你总是躲着我。我没有啊，我这2天在朝堂上，我别我的啊！下了朝怎么看不见人了呢？我说初阳啊，这婚约已经缔结，咱们2家毫无动静，这皇上问起来可怎么办呢？老秦，冉冉这3年都在外，这才刚刚回家。我们呐，是想让他在家多住些时日。住，必须得住。我要是有小冉冉这么个宝贝女儿啊，我就想让她在家里住一辈子。可是现在呀，这2个孩子都在京城，正是让他们增进感情的好机会呀。增进感情？这是谁跟谁增进感情啊？我们家冉冉跟他爹才需要增进感情。去，一边待着去。嘿，初阳啊，我说别的事怎么可以不管？这可关系到孩子的终身呐，可不能因为一时的舍不得，耽误了大事儿啊！当然了，这事儿呢也急不得。我现在觉得呀，咱们有一事可做。你这个肚子里没什么好水。
合适。咱们可以让孩子们见见面，聊聊嘛，做得自然点儿。双方的父母引荐也太老套了，孩子们也紧张。明天呢，我让秦朗过来拜见这个老东西。你呢，只需要偷偷的安排一下就行。可是你这什么馊主意啊？偷偷摸摸的，我不干。我认为可以一试。请问您是？将军府秦朗前来拜见丞相大人。秦二公子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望秦公子恕罪。您快请进，小的这就去通报。老爷，秦二公子求见。人在哪儿啊？现在正厅喝茶。小姐在哪儿啊？正如您的吩咐，小姐在左小院天香阁吃点心。你把秦公子带过去，就叫他在那儿等老爷。记住了，进去不要敲门，把人送到就出来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小的先下去了。楚阳，你这么把女儿就给嫁了，我不高兴。你不高兴也得给我老实待着，不许捣乱。请。我们家老爷在书房处理一些事务，特地吩咐小的伺候您吃一些茶点。老爷一会儿就过来。客气了。等一下啊，这个是否是府上小姐的？没错，这是我们家表小姐的。您看，这是表小姐的名讳，是她亲自绣上去的。表小姐啊，秦公子有所不知，我们家表小姐闺名唤梁天，是我家老爷过去妹妹的遗孤，从小就被我家老爷接到府上，与我家小姐一起长大。秦公子，请在那边亭台等候。娘亲怎么还不来啊？6哥做的点心为什么就吃不腻呢？每次他都不重样，你说我能戒掉吗？真可恶！上次居然还被卡在狗洞里了，太丢人了！好些了吗？不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姑娘误会了，是家父派我来府上拜见苏大人的。那你怎么来这儿啊？你应该去书房啊。这是府上家丁带我来的。肯定又是爹娘搞的鬼。啊，对了，梁姑娘，这个手帕应该是你的。嗯？表姐落在我这的手帕。上次原本想把手帕还给姑娘，奈何梁姑娘匆匆离开。梁天这个名字真的是与众不同。秦公子啊，谢谢你还我手帕。这些点心你随便吃。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
三公子。表妹，你去哪儿？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表哥，我只是去书房逛逛。走吧。撤！撤！在下失礼，如若惊到了表小姐，还请见谅。可是娄家堡少堡主，正是。素闻丞相府表小姐冰雪聪明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。不知娄少主找小女何事？在下前几日曾去丞相府登门拜访，我前去的目的，想必表小姐应该是清楚的。是。素闻表小姐博览群书，没想到对草木类的书籍也有研究。只是随便看看。娄少主，您托我们追查的草木经已经找到了，历时2年有余，实属不易。草木经，表小姐也知道这本书？草木经已流传100年，是世间仅有的记载了天下奇珍异草的珍贵宝书，多年前早已失传。坊间只把此书当成一个传奇，谁曾想，竟然真的能找到。找到这本书确实不容易，费了很多的功夫，不过也是值得的。不知道表小姐有没有兴趣跟在下一同阅览？娄少主若不介意，小女也想一睹草木经的风采。表小姐在找。